大家好，我係谷亞靜。今日我要講一個有關顏色嘅故事，一個有關杏色加橙色嘅故事。10年前，作者去鄉村收集民歌嘅時候，遇到拖住隻牛嘅老人福貴。老人福貴同作者講述咗自己嘅一生。年少時嘅福貴係一個又嫖又賭嘅富二代，老豆係一個雖然好有錢，但係都係中意去戶外屎坑屙屎嘅地主。你可能會問，點解我要強調佢中意去戶外屎坑屙屎呢？因為福貴賭錢賭輸晒成副身家，之後老豆去瞓缸屙屎嘅時候唔小心跌咗落嚟，跌死咗㗎。為咗俾大家了解下乜嘢係瞓缸，我特登揾咗幅圖俾大家參考下。你睇嗰兩個細路仔喺個缸度笑得幾開心。好啦，言歸正傳。福貴一家人包括福貴啦、福貴娘親啦、福貴老婆啦、福貴個女啦，一家5口冇晒錢，淪為向地主租地嘅佃農。而福貴嘅老婆家珍亦都被福貴嗰個開米行賣米嘅有米外父強行接走咗。但係嗰陣時，家珍已經有咗身紀。更重要嘅係，無論當初福貴幾衰幾鹹濕，嫖妓嫖到出門要揾個老婚咁大隻嘅妓女孭住佢周圍去都好，家珍一個相信嫁雞隨雞嫁狗隨狗嘅傳統中國女性，仍然深深愛住福貴。就響細仔有慶出世半歲大嘅時候，家珍不顧一切返嚟福貴嘅身邊，諗住一家人終於可以團聚過返啲窮但係幸福嘅日子。點知福貴個娘親病咗，福貴攞住家珍響娘家偷返嚟嘅銀兩出醒去請大夫，之後就瀨嘢啦。當時國共內戰，福貴被國民黨軍車強行捉咗去打仗，一去就係2年。返到屋企先知娘親一早已經病死咗，大女鳳霞1年前發高燒之後聾咗啞咗，之後共產黨嚟到農村進行土地改革。當初贏咗福貴成副身家做咗大地主嘅龍兒，所有田地被共產黨沒收，仲要捉埋去槍斃。福貴心諗，如果當初唔係輸晒啲錢，今日可能死嘅就係自己。當時大女鳳霞已經12歲，福貴同老婆打算將個女賣俾人，留翻啲錢俾細仔有慶讀書。鳳霞就梗係唔制啦，佢俾福貴送走咗又翻嚟，福貴又送走之後，半佬唔捨得，於是一齊翻嚟，好啦，終於一家團聚啦。1958年，共產黨建立人民公社，農村所有土地歸人民公社所有。同期推行嘅仲有大躍進運動，共產黨提出以鋼為綱嘅口號，號召全民煉鋼。而問題係無啦啦邊度死咁多鋼出嚟呢？於是全村人被逼捐晒啲煲啊、窗框啊、門柄啊，一齊倒落個鍋度煮。咁煮鐵個爐邊度嚟？好簡單啫，求其揾個風水佬，求其指塊地之後燒咗人哋間屋，咁咪有地方起爐咯。福貴心諗，哇，好彩個風水佬冇揀中我屋企啫。而同時家珍亦都被診斷出患上軟骨病，一種手尾好長、好難醫又好易死嘅病。其後福貴條村受到反常天氣影響，農作物失收，大家都要捱餓。響有慶5年級嘅時候，院長個老婆終於要生 BB 啦。你問關個古仔咩事？生仔會流血，流血就要輸血，咁邊個輸血俾院長老婆呢？咪有慶咯。有慶俾學校叫咗去醫院抽血，之後俾人抽到乾晒死咗。福貴想揾院長報仇，先發現原來院長叫做劉春生，就係佢當年俾國民黨捉去打仗一齊出生入死嘅戰友。於是福貴就話：春生，你欠了我一條命，你下輩子再還給我吧。唔知點解我隱約聞到陣雞汁味，媽，幫我熄咗個電視佢啊！之後嚟到文化大革命時期，好多人被打死批鬥死，而福貴作為一個安分守己嘅老百姓，只係想幫聾啞嘅大女鳳霞揾個老公。人民公社嘅生產隊長介紹咗響省城做搬運工人嘅萬義喜俾福貴。順便一提，萬義喜係側頭嘅。鳳霞同萬義喜結婚之後，響省城過住幸福嘅生活，而同時文革越演越烈，紅衛兵入村亂咁拉人，劉春生被毒打，最後受唔住折磨上吊自殺。之後鳳霞亦都響冬天難產而死，生出嚟嘅係仔，改名叫虎根。家珍受唔住親人接連離世嘅打擊，唔夠3個月就病死咗。福貴搬到省城同義喜一齊打工，點知義喜俾水泥板夾死咗。福貴就帶埋孫仔虎根返農村生活。虎根7歲嘅時候幫手摘棉花辛苦得滯發高燒，福貴煮咗啲豆俾佢食，點知虎根食得多得滯飽死咗。之後福貴買咗隻牛，改名叫福貴。於是福貴同福貴相依為命，繼續堅強樂觀咁生活落去。完。好多年前第一次睇呢篇小說嘅時候，我一路睇啲眼淚就係咁叭叭聲咁流，心諗係咪要慘成咁呢？如果呢一刻你覺得劇情好雞汁嘅話，咁我認真解你聽，呢一篇小說嘅意圖一啲都唔雞汁，仲好反動。如話2011年新作《10個詞彙裏嘅中國》被列為禁書，冇辦法喺中國出版。而佢喺台北國際書展上面嘅展前記者會度發言提到，文學同政治好難分開，生活中也處處避不了政治。根據余華嘅小說《活着》改編嘅同名電影，被當局認為詆毀社會主義法制同埋政黨嘅執政能力，至今唔能夠喺大陸公映。
小説主人翁福貴一生橫跨近代中國幾個動盪時期，由國共內戰、共產黨掌政、土地改革、人民公社、大躍進去到文化大革命，福貴一家人嘅苦難十有八九都係同政治有關㗎。身邊嘅親人接二連三嘅死睇落荒謬，其實就係想藉此突顯當時社會嘅現實係幾咁荒謬、幾咁超現實。國民黨腐敗，隨街拉人去打仗，草菅人命。福貴行下街就俾人捉咗，咁就冇咗2年。共產黨掌政，你有地有錢，槍斃你。院長夫人難產，抽晒你個仔啲血去救咯。而院長夫人難產，最後救翻，又正同福貴嘅大女鳳霞難產而死，成為一個充滿諷刺嘅對比。萬二喜嘅死就反映咗中國工商發展、人民工作環境並冇受到保障嘅問題。不過其實就算而家都係咁嘅咯，富士康年中幾多人跳樓啊？至於福貴嘅老婆病死、孫仔飽死，就反映咗中國農民嗰種生活嘅艱苦、醫療設備配套又落後嘅情況。福貴呢一個人物就係代表住典型嘅中國老百姓。安分守己，逆來順受，對政治冷感，但求生活溫飽。小説描述到文革時期嘅情況，福貴話四圍貼滿標語，你門口冇貼毛主席嘅口號，紅衛兵就嚟打你。村民成日半夜俾人叫起身去集合，聽毛主席嘅最高指示。但係即使如此，福貴關心嘅仍舊係大女鳳霞嘅婚事。佢喺小説裡面講過：我們是平民百姓，國家的事不是不關心，是弄不明白。仲有，只要上面怎麼說，我們就怎麼想，怎麼做。但係好可惜，正如余華所講，生活中處處避不了政治，逆來順受嘅結果就係窮困嘅生活同埋無盡嘅苦難。但係作者並唔係用批判性嘅眼光去塑造呢個人物㗎。福貴亦有佢人性光輝嘅一面，佢樂觀積極、堅強刻苦同埋頑強嘅求生鬥志，正代表住中國傳統老百姓正面嘅人格特徵。作者余華喺活着嘅前言講過，呢篇小説係寫人對苦難嘅承受能力、對世界樂觀嘅態度。福貴老來一無所有，但係佢仍然堅強樂觀咁活着。佢好中意同老牛講嘢，將屋企人嘅姓名編做其他牛嘅姓名，表面上喺度隻老牛，等老牛覺得除咗自己之外，仲有其他牛喺度做嘢㗎喎，咁自己就要勤快啲啦。而其實福貴係同自己講緊嘢，佢鼓勵自己點樣樂觀咁樣生存落去，唔係為咗乜嘢夢想、乜嘢享受，只因為人求生嘅天性同埋本能，求生不求死，好好活下去。同學仔，希望我嘅分析同內容介紹可以引起你對呢一本文學作品嘅興趣。我哋下次見。邊個話補中文就一定要揾阿 Sir？ 邊個話女 Miss 就一定唔夠料？唔好笑。撇開性別，撇開外表，我依然係一個專業嘅中文科補習導師。我係文靜，中4至中6中文科常規課程，等緊你哋。福貴一家人包括福啊！講緊啲乜嘢啊？เห็นเธอเดินมาไกลๆไม่รู้ว่าเธอเป็นใครแต่เธอสวย